Hello， 大家好，我係蘇少少啊。琴日見到我髮型唔同咗，覺得好新奇咧。我剪咗短頭髮，你哋覺得好唔好睇咧？咁咧現代人啦，咁無論你係日頭咧，可能要返8個鐘頭工，或者要返學啊，定係你係老細都好咧，長時間都可以坐喺度噶。咁放工之後咧，又要想攤唞下啦，可能想睇下片啊、打下機啊、砌下模型。咁慢慢攤下攤下咧，其實你係長時間都坐喺度，咁條腰骨咧就會開始痛噶啦。所以咧有一張適合自己嘅人體工學椅咧，係非常之緊要噶。今日我就揾嚟咗5張唔同價位嘅人體工學椅，由1000幾蚊去到5000幾蚊，同大家深入體驗同埋分析一下人體工學椅到底係咪越貴就越好呢？同埋如果佢貴又會貴喺邊度呢？同埋點樣去揀一張適合自己嘅人體工學椅呢？首先我哋就講下售價1499嘅上座同埋售價1999嘅座緣。為咗節省成本咧，兩款凳咧都淨係得枕頭同埋靠背係用咗透氣網布㗎，而椅墊咧就用咗泡棉。比較有驚喜嘅係咧，呢個價位嘅人體工學椅竟然都會有腰部嘅支撐喎。不過好明顯睇到咧，座緣嘅 S 型腰部支撐設計咧，係比起上座一塊長方形嘅腰部支撐設計咧，係會更加貼合個脊椎㗎，咁咧就會坐得自然冇咁辛苦啦。而第二個驚喜咧，就係兩張凳嘅枕頭咧，竟然都可以調節高度㗎，仲可以調校埋個斜度，好平。嗱，你睇下個扶手位咧，就會知道平價同貴嘅分別啦。上座嘅扶手咧係做死咗㗎，而座緣咧就用咗 2D 可調節扶手，可以調節翻個扶手嘅高度啦。咁咧就可以配合翻唔同身高嘅人啦。其實我自己咧揀凳嘅要求咧都算係幾高㗎，因為由於身材嘅關係啦，所以咧我好容易咧一坐耐咗咧我就會腰酸骨痛，好唔舒服㗎啦。所以咧無論一張凳咧，佢無論係外形上面設計上面幾靚或者佢幾貴都好咧，都唔係我最大嘅考慮因素。我最大考慮因素咧係一定要坐得耐，都舒舒服服。而呢兩張椅嚟講咧，我私心比較推薦嘅咧就係座緣啦，因為咧本身人體工學椅要有嘅功能佢都有齊晒，但係唔應該有嘅嘢佢都有埋啊！就係呢個咧調節個枕頭上下高度呢個功能咧，本身應該係要更加貴嘅椅先會提供㗎，但係佢竟然係有埋啊！所以我覺得佢咧嘅 CP 值係非常之高㗎。再嚟睇下呢張2499嘅視河同埋呢張3499嘅天衣，哇，差成1000蚊喎！究竟又有咩分別呢？呢兩張凳嘅椅背咧都係用咗兩段式嘅設計㗎，呢一種設計咧係可以根據翻唔同人佢嘅身高體重咧去作出調節㗎。同之前2000蚊樓下嘅一體式椅背設計去做比較咧，成個背脊係可以更加自然咁貼合個椅背㗎。到底兩段式嘅椅背有咩好處呢？就係咧，如果你個椅背咧係冇辦法支撐到你成個背脊嘅話咧，坐得耐就會好唔舒服㗎啦。好多人一坐得耐咧，個身體就會向前傾㗎啦，一係咧就成個人跣曬去喎。其實咧對個脊椎同埋腰骨都唔係咁好㗎。兩段式設計嘅椅背，再加埋同樣可以調節嘅枕頭，唔單止會令到你坐得舒服，仲可以幫我哋保持埋一個正確嘅坐姿，錫住你條腰。咁你都知道㗎啦，男人條腰係非常之重要㗎嘛。跟住兩張凳咧都係用咗一個 4D 嘅扶手，係可以根據翻唔同人嘅身高體重啦，去調節翻個高度、方向同埋前後嘅距離。唔用嘅話咧，又可以放到最低，方便收納。同埋兩張凳嘅椅背同埋座椅都係用咗高透氣嘅網布材料，比起傳統嘅皮凳咧，網布性嘅設計咧，佢嘅透氣性比較強啦，所以冇咁容易吸到異味㗎。而且咧，平時打理都係非常之方便㗎，可以用吸塵機吸下，或者用啲濕布咧去抹下，咁樣就 OK 㗎啦。咁咧佢亦都冇咁容易去損壞啦，或者冇咁容易巢㗎。有坐過用皮做嘅人體工學椅嘅觀眾都知道咧，如果張凳咧係用皮做嘅話咧，坐得耐咧，佢好容易甩皮啊、變形損壞嗰啲問題啊。尤其是呢啲扶手嘅位咧，佢一甩皮咧就真係好唔靚㗎啦。以上講嘅咧都係共通之處，咁到底天衣貴喺邊呢？首先肉眼可見，天衣整體嘅用料咧已經係非常之唔同㗎啦。天衣咧係接近咗用咗100% 可回收嘅全鋁合金框架同埋底座結構。相信咧有睇開我 YouTube channel 嘅男士咧，都應該對鋁合金呢樣嘢咧唔多唔少都有一定程度嘅認知㗎啦。鋁合金一嚟又夠輕啦，而且強度又夠高喎，好耐食又冇咁容易生鏽，同埋咧係非常之容易散熱㗎。無論喺安全性同埋耐用度咧都非常之有保障㗎。同埋天衣嘅座椅咧係設有滑軌㗎，係可以向前或者向後去調整翻個深度。好處係咧可以適應翻唔同身高嘅人啦，無論你係腳長定係腳短咧，都可以調整翻一個最適合自己嘅座椅深度㗎。咁呢兩張椅你又會點樣揀呢？首先，如果你係夠 budget，但係你又冇時間去門市度坐下體驗下嘅話，我就會建議咧最好就揀天衣啦，因為佢可調節嘅位咧係比較多㗎，自然咧就可以降低咗你買到翻嚟唔啱坐嘅風險啊！我建議大家
家咧如果有時間嘅話咧，都係去翻門市度親自感受下坐下張椅啦。因為呢啲椅咧，無論係貴又好平又好，定係唔同設計都好咧，最重要係你自己坐落去嗰刻，你覺得適合同埋中意啱自己坐得舒服嘅，先係最緊要㗎。好啦，終於嚟到我哋今日嘅重頭戲壓軸登場啦，就係呢張價值5399港幣嘅星雲人體工學椅。星雲嘅網布咧係採用咗韓國進口 Wintex 纖維物料，而 Wintex 嘅網布咧係用咗滌綸纖維同埋美國杜邦彈力紗編織而成，經過咗10萬次嘅循環測試，高級嘅物料咧就夠晒耐用啦，仲好透氣添。喂，嚟到呢個價位啊，兩段式嘅設計嘅椅背咧就係基本啦，而星雲嘅椅背同埋頭枕咧係可以分開獨立咁去調整翻個高度㗎。除此之外咧，頭枕嘅部分咧，除咗係可以調整翻個高低之外咧，仲可以調節埋個角度㗎。無論你係坐喺度或者瞓喺度咧，佢都可以完美咁承托住你條頸。椅座除咗高度之外咧，星雲亦都可以調整翻前後嘅深度㗎，可以適應翻唔同身高比例嘅人。講到調整嘅按鈕咧，就要連埋個扶手一齊講啦。星雲佢最正嘅設計就係咧，佢大部分呢啲調整嘅按鈕咧，都係集中咗喺個椅嘅中間㗎。就例如咧頭先調節椅座深度嘅 button，同埋咧我哋係可以用左邊嘅扶手呢個位咧去控制翻個椅背到底要挨後幾多㗎。需要 free 或者 lock 實個椅背咧，都可以用左邊呢個扶手去控制㗎。如果你覺得椅背向後挨嘅力度唔夠，又或者太硬嘅話咧，就可以用另外呢邊呢個調節器向負嘅方向扭，個椅背咧就會更加鬆啦。向正扭，椅背就會變得更加硬啦，就需要用更加大力咧先可以向後挨啦。而右邊呢個扶手咧就係用嚟控制成張凳嘅高低升降㗎，即係話咧你想坐低啲嘅話咧，就坐喺張凳度，然後再按呢個扶手呢個位咧，張凳咧就會垂落去㗎啦。如果你想升高嘅話咧，就直接企起身，同樣咧都按翻右邊扶手呢個位咧，張凳咧就會升翻上嚟㗎啦，係非常之方便易用㗎。除此之外啊，星雲嘅 4D 扶手咧仲係可以調整埋上下高度同埋左右嘅角度㗎，全部嘢咧都係為咗適應唔同身高嘅人而做設計㗎。所以咧，星雲係得到咗瑞士嘅 SGS 同埋 BIFMA 同埋德國嘅 TUV 人體工學認證。結合翻我之前所講嘅揀凳重點咧，星雲幾乎係無可挑剔㗎。咁呢個時候咧，一定會有人話：哇，5000幾蚊買張凳咁肉痛咁貴。咁其實咧，我哋今集咧做過一啲前期 research 啦，然後發現咧，其實同星雲差唔多嘅外國品牌，即係佢嘅用料差唔多嘅外國品牌咧，其實通常咧都起碼要貴1000到3000蚊不等，或者咧過萬蚊一張凳都有㗎。所以大家如果唔係話特別去追求一個品牌嘅話咧，我哋撐翻本地嘅品牌咧，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㗎，質素上面都幾好㗎。至於話咧，今日介紹過嘅幾張凳，我個人又最推薦邊張呢？其實咧都係要重複再講多次㗎。我覺得揀人體工學椅最重要嘅重點咧，都係咧你有時間嘅話咧，就去門市度自己試下坐下。其實平同貴咧都係其次，啱唔啱坐咧先係最重要㗎。特別係咧，如果 budget 唔夠嘅朋友咧，就一定要去門市度咧試清楚呢張凳啦，要揀翻張真係啱你坐得舒服嘅凳先係最重要㗎。咁如果咧你本身係夠 budget，但係冇時間去門市嘅話咧，咁冇辦法啦，唯有咧就用錢嚟換功能啦。可以調節嘅功能越多，佢用嘅物料越好咧，就一定係越貴㗎啦。但係相對上咧就會越穩陣喎。慢慢去根據翻自己嘅身高同埋體重去調節完張椅咧，你就點坐都一定會坐得舒服。好啦，咁以上咧就係我今集嘅全部內容啦。希望咧都幫到大家啦，同埋希望大家都中意啦。咁你哋而家咧又坐緊張咩凳咧？有冇話揀啲咩品牌咧？同埋咧有冇啲咩揀凳心得咧？都歡迎喺留言度同我一齊討論下㗎。你哋嘅 like 啦同埋 share 咧對我嚟講都好重要㗎。同埋記得未訂閱我嘅朋友咧要訂閱埋我啦。好啦，我係蘇少少，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